今次嚟到日出康城港鐵站上蓋 Seasons Place 兩房單位，帶大家參觀一下呢個單位啦。原本發展商冇提供鞋櫃嘅，咁所以我哋喺呢個位置設計咗一組鞋櫃，連埋玻璃屏風，加埋一盞吊燈，令到屋主返到屋企會即刻有種溫馨嘅感覺。呢個單位有一個開放式廚房，如果就咁放一張飯台喺度，空間就會冇咁實用，所以我哋設計咗一組活動式嘅中倒櫃，有收納之餘，仲可以拉開變成一張餐台。而喺隔離嘅餐邊櫃，我哋仲預留咗空間俾屋主擺放吸塵機。喺客廳嘅位置，我哋設計咗一幅電視特色牆，配合裝飾層架作點綴，增加層次感。由於客飯廳嘅儲物空間有限，所以兩間房間我哋都做咗地台設計。呢一間書房我哋做咗一個 L 型嘅書台，仲有吊櫃俾屋主擺放書或者珍藏。而另一面牆身，我哋運用咗布紋飾板去設計一組高身嘅衣櫃。近窗口嘅轉角位置，我哋預留返一個開放式嘅空間用嚟掛衫。喺主人房嘅位置，我哋做咗一張4尺半嘅床 ，L 型嘅衣櫃如果貼住床頭瞓覺嘅時候，就會覺得有啲壓迫，所以我哋喺床頭嘅旁邊就做返一個可以擺放鬧鐘、手機或者 hand cream 嘅空間，作為床頭櫃。